我其实从来没想过我会读神学院，因为我觉得我年纪很大了，所以也没有想很多。觉得自己需要去神学院装备但是我自我感觉，我觉得念神学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如果再是用英文去念神学写作业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做不来。然后我觉得，这里正好是奥神是一间中文的神学院，所以我从语言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中文的可能更適合我一個神學小白去開始去念神學。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好感恩，1991年初喺 Melbourne 開澳紐華福大會嘅時候，就覺得有需要自己培訓傳道人。個特色呢係要供應澳洲甚至遠少少嘅大洋洲所有華人教會個教牧嘅需要。咁兼且我哋喺雪梨呢就培訓教會嘅長執同埋培訓信徒。喺我嚟講，因為我知道我服侍嘅對象係華人，咁所以我覺得喺本地有一間華人嘅神學院係非常之重要嘅。對於我學習啦，喺語言上同埋文化上係會貼切我要服侍嘅對象咯。所以我覺得澳神係我即係最想去嘅神學院嗰度讀咯。不嬲都係翻開華人教會，無論係移民之前啦，或者嚟到澳洲定居生活之後，其實一路都係翻開嘅華人教會睇嘅中文聖經。咁到當年去讀神學嘅時候，其實都覺得用英文係一個嘅平時英文係 OK 嘅，但係當你用英文去讀一本好熟悉嘅聖經嘅時候，嗰個嘅有一種嘅距離感喺度。再報讀澳神嘅時候，佢就發覺原來中文去用翻自己熟悉嘅語言去睇同一段嘅經文，或者去研讀一段經文嘅時候，嗰個領受係好唔同，比較親切好多嘅。我諗我哋嘅特色其中比較重要嘅咧，就係我哋可以用母語教學。因為喺一個外國嘅地方咧，好多時我哋都係用嗰個國家嘅語言去教育神學。但係咧，我哋用母語咧，我哋發覺到有個好處。其實好多嘅研究都話俾我哋聽，我哋用母語去學習一個新嘅知識咧，係比用一個外語咧係更加好嘅。我發覺我哋喺本土嘅神學院裏邊咧，佢哋多數都會有佢自己嘅宗派去建立佢哋嘅神學院嘅。但係澳神咧，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唔係係某個宗派嘅神學院，所以咧喺教導方面咧，係讓我哋神學生咧能夠係睇嘅視野比較廣闊啲。我哋嘅宗旨係要培養，主要係培養教會嘅傳道人，着重喺一個人嘅性格嗰個培養，因為唔係話所有人入到嚟神學院，佢個性格都係好適合做個傳道人。即係呢個性格其實都係同佢哋嘅屬靈嘅生命係有關係。咁我哋盡量會培育即係同學嘅屬靈嘅生命，希望佢有個即係屬靈生命嘅強壯嘅一個傳道人。澳神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嚴謹自學嘅，首先係呢一部分啦，佢會俾我哋好多係喺聖經上神學方面嘅知識，幫我哋去扎根，同埋佢好強調嘅咧就係神學生佢要模造一位嘅牧者出嚟嘅時候，佢本身嘅素質。神學教育係一個需要投放極多資源嘅事工。我哋唔單止喺硬件方面需要有教室、圖書館、網上平台等等，我哋更加需要有老師負責教學，有院牧負責牧養同埋喺靈性上邊指導學生，同時亦都需要有行政同工負責日常嘅運作同埋政府嘅規管。澳神作為一個跨宗派嘅獨立神學院，我哋並冇宗派作為我哋經濟上面支持嘅後盾，而喺海外，我哋華人嘅信徒嘅群體畢竟係少數，所以相比好多本地或者海外嘅神學院，澳神嘅處境係更加嘅唔容易。但係感謝神喺過去25年一直嘅嚟到去感動信徒同埋教會奉獻支持澳神嘅事工。喺未來，我哋唔單止希望透過喺學位課程裏邊培訓更多嘅傳道人嚟到投入侍奉，我哋更加盼望透過正在發展嘅神學證書嘅課程嚟到培訓更多嘅信徒領袖，
同心興旺福音。所以，澳神需要大家繼續喺禱告同埋奉獻上支持我哋嘅事工。喺未來3年，我哋嘅教學基金籌款目標係每年100萬澳元。呢一個係用喺教授澳洲神學大學嘅相關課程嘅開支，亦都係學院我哋運作嘅基本嘅需要。澳神邀請你與我哋同工，為神嘅國，為到澳洲華人教會嘅未來擺上。